定咧说咧讲诶，人拢逐个拢相信拢家己拢听有，但是听有归听有，要做会出来的，这但是是上足深诶功夫。因为咱武汉最近这段时间嘛有真深诶体会。那么呢，武汉最近嘛有看一本册，竟然足无简单诶，就是讲，伫一个外国人诶声音是全球最大的一家训练公司的总裁，伊有法度人理解一件安尼，伊所讲的理论竟然是合乎咱的佛法的哦。所以吼，与宗教竟然是可以拉上等号的哦。所以吼，咱武汉最近家己探讨一寡物件，就是讲，咱先来，咱开始咱等一下讲遐，咱无法讲。咱咧讲的咱的灵性，宗教家咧讲的咱的灵性，咱就做是。但是呢，伫科学家咧讲的因，就是一定要有做一个验证。所以伫科学家咧讲咱的灵性，伊是讲叫做能量。所以能量伊是安怎有咩得定律？所以也就是咧讲咱的灵性不生不灭。那么过来呢，也就是咧讲到咱的囡仔若怀孕当中，为什么真足侪人拢知影讲，伫胎教很重要，因为伊伫母体当中，只要伊的胎教，伊的妈妈的思想观念是好的，是正能量的。那安尼一旦伊离开母体的时阵出来，咱大自然当中的这能量。比如讲，即个妈妈伊本来就是拢足顺，伊的思想观念拢足好诶。那么即个囡仔伫胎内底，伊所讲的即个正的，已经是占了70%了。啊，若安尼伊的负的就剩30%尔。一旦伊离开母体的时阵，大自然的能量自然会投入在他的伊的身躯内底，去对应，因为伊已经有即个质。啊，若安尼看好叫咱，常常是以前捌咧讲讲。咱人有分这10个等级，看咱即个带着即个骨的即个质感到底降几趴，这个都是很吻合，而且搁咧讲啥？咱人的毛病其实就是心魔。我们也常说到心魔，它列出心魔10种现象。要对比10项的心魔，一定要用修性。心不是迄个圣人的圣。他写的是圣人的圣，就是讲你爱有用着心性来对比这10种的魔。那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到底你这个进牙起来像咱银行头发来，有讲着阿悬，互咱无爽快，我就感觉到我这就是一种的啥，另外一种的魔已经压去。互咱家己无法度通要去控制，感觉讲受到委屈，所以呢，有当时人跟人的关系就会因为这样安怎疏远了。所以呢，就是讲咱爱有法度通发觉家己的这个缺点，就像着咱所讲的讲伊挑骹，伊已经知影讲伊安尼毋对，所以伊便要抓起的时阵，他就已经知道，所以伊就有法度通用咱的修行去对比这个心魔。所以呢，这一本书，当咱好势吼，若好好看完，搁家己整理完的时阵，找时间我叫咱各位分享。因为这本书连或者在公司谈的时候，也感到很震撼。就是讲，伊竟然是一个外国的人，而且是全球的总裁，竟然伊所谈到的是，交咱的佛法是可以相吻合的。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为什么我们听法都好几10年了，但是有感觉伊家己的修行真正有提升呢？我相信无几个人敢举手，因为听归听，咱无法度通去真真正落实讲，家己知影对一个毛病我应该这个是错的，马上制止。就是爱提高心性，因为心性这边就是叫做正向能量。你的心魔这边叫做负能量，所以你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正向能量，就是正向思考，你才有法度通抑制你心内的心魔。若无的时阵，
用心，是因为咱搁找着真正是爱公道，所以呢，或者是感觉讲，电老师一直咧讲着这个物件，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讲无助。当然，你若是毋是讲袂使去用啥，只是一种的心态，有也好，无也好，你不把它主走在心中，安尼尔。其实没有很困难，就是讲我尽力而为，但是能不能成，你不要把它，你莫应该执着伫咧心中挂掉，莫讲无买足艰苦，转来搁赶紧搁开喙，搁一直要干遐干遐啥转来，也不必这样啊。所以呢，那是一种的原理，看你自己的心态自己去调整，其实不会很修行这条路不会很辛苦的，不会很辛苦，谢谢。宇宙的真理是不变，是不变。所以宇宙的真理，这是什么天堂理论？但是因为咱好想讲，这个这个就是宇宙中的真理，简单讲依着一切，依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这个这个物件内底当中，这个外面这个叫做一切这个叫做一切，这个叫做一一即一切一，但是因为伊安怎讲呢？伊什么总裁安怎讲呢？宇宙圣人安怎讲的？是种叫做理论理论但是理论内底当中就是哪？理论就是用，伊理论出来就是用就是有物件叫做有有物件叫做有但是因为伊这有一个空体，这有一个体物件，这个体内底叫做力，这叫做力的论，这叫做力这叫做体，这叫做用但这叫做空但是伊基本上来讲起来是讲较大这个物件，每个生命甲一切社会下来的事理、分理、咱人生理，天理、地理，伊拢是咧讲这个这个问题。所以伊咧讲是伊用理论性咧讲较好，完全是好理解这个物件。所以今日教授来，伊咧讲这个物件，咱通，伊讲哪会通？倒就是讲这个物件，就是讲这个。所以我讲这个外国的这个学者基本上伊咧讲啦是咧讲，伊是嘛是咧讲道啦离开道，就因为离开就偏僻，离开道什么叫偏僻？这是今日咱非常重点啦那你像最后就很会表示自己的时间很多好，谢谢各位。感谢本次时间前到职工，公到职工，一起一班，向您将有形生前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感谢本次时间职工，公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感谢本次时间职工，一起实价，向您将有形生前到职工，在职工。三职工，驾训职工，主送驾人职工，公道职工，在职工，三职工，驾训职工，送驾人职工。好，大家晚安。